土兔鱼这个名其实是变音来的，伊是对什么代志变来的？我爱食土兔鱼呢。有臭土味的鱼。臭味的鱼。他唔讲土兔鱼真正食起来有臭土的味的。真的吗？对啊，那你应该生理真歹呢。伊有一个土兔鱼的味啊。土兔鱼的味嘿。他唔讲，大家拢就共款的。系啊。你感觉安怎？今年哦，这一百我这地都爱食鱼， 46年呢嘿。因为当初是为甲地仙公来大陆，为台南起来的时阵，因为掠着这只鱼啊，所以我感觉是有可能。但是我无闻到迄种臭味啊。那个啦，所以吗？地仙公感觉伊会食土啦，就叫伊土兔鱼是无？因为伊是专音来的，所以有可能是是啊。哦。啊，无恁即摆举手嘛 ？A 举手。A 一个啊 B 的举手。一个 B ，C 的举手。一个，啊你咧？我无确定诶。一个是，这个吼就是废棒啦，落刀啦，无咧创啥。好来，你来决定。安尼我来啦，拼一赌看卖啦吼。我第一个感觉讲是有臭土味的鱼嘛。哦。安尼我落选 B 啊。好来，不要紧，机会来啊！问咱这先辈知无？怀民哥哥捌演过酒多毒大多毒对无？但是吼，土兔鱼是真贵松种的鱼吼，应该是袂有土味才对啦，袂有臭土味。但照这道理安尼讲起来，敢若是对的哦。照这个道理吼，我即马拢感觉讲，提督爱食的，提督爱食的鱼，那是也应该是 C 吼。 是嘿。照传说啦，这真的假咱唔知啦吼。就是讲，提督伊拄则讲地仙公哦，有小可关系，但是嘛无完全正确啦吼。其实唔是地仙公爱食鱼，听讲地仙公是爱食沙白鱼。沙白鱼。嘿，吼，啊提督是迄个甲地仙公拍败迄个西龙，西龙带兵来甲地仙公拍败。啊，伊就是伊迄个官位就是提督。啊，听讲伊来以后，感觉这个土兔鱼真好食，哦，所以足爱食这，啊就讲迄个说提督鱼，啊尾啊音就变去变做土兔鱼，土兔鱼拢有人讲。